细说台湾制作人陈威汉为感念安平妈对着台湾信众庇佑，应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礼邀请，特别来到安平实地处境。该剧开台由名之安平妈的故事，有计拍摄10集，并会伫安平以及周边，包含渔光岛、安平古堡、府城天险等地拍摄处境，有计伫台南停留5天，为求妈祖保佑拍片顺利。剧组特别伫开台天后宫举办开镜仪式。安平妈的故事，我今日开进大吉，收视长虹，开进民报。这届开拍会当互咱同台湾这信众会当来感受到这个妈祖伊的这个情操啦。大家来学习的精神来培养自己的那个正能量会当将来来效法咱的妈祖为大家来服务。很荣幸能够跟台南市政府，然后还有安平天后宫合作它主要是要阐述安平天后宫、安平妈的慈悲跟孝道，希望用这个正能量来弘扬，那也希望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开镜期间，市长委托。民政局长蒋灵煌、天后宫主委罗友礼、议员罗坤福、庙内干部以及真侪安平区的里长等贵宾，也拢出席开镜，做伙有招电视局收视长红。安平妈的故事，其实在台南市是脍炙人口，但是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能够了解安平妈祖的神迹以及她的事迹。我相信安平开台天后宫的所有的同仁，大家用了很大的心思，那邀请到3立这个细说台湾的剧组能够来这个发扬妈祖的故事。那我相信也期待这个更多的台湾民众还有台南市民能够了解安平开台天后宫安平妈的神迹，那收视率也能够长红。在这出戏剧内底扮演妈祖的演员林依倩表示，真荣幸会当演出安平妈。为了演好妈祖的角色，也伫开拍之前就开始吃菜，以示虔诚。这次呢，很荣幸呢，能够来饰演呢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妈祖。然后因为我们的演员都知道，就是演妈祖呢，一定要先净身吃素，对。然后其实呢，我觉得应该是跟妈祖有缘分，才有这个机会能够扮演妈祖。希望我们这次呢，细说台湾演安平天后宫安平妈的故事呢，能够收视长虹。开台天后宫表示。安平妈是伫咧1661年随船护佑郑成功率舟护台妈祖，并伫1668年建庙。安平妈的传奇故事真侪，这出戏剧就是希望会当互更侪民众了解安平妈开台佑民的故事。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